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史提芬啊。好多人喺30到40歲之間呢，會有呢種感覺，就係冇咗令自己興奮嘅目標，唔想再證明自己，開始成日回望過去啦，習慣冷漠啦，成日唉聲嘆氣啦。有人呢叫呢個叫做中年危機，但係心理學家卡爾榮格呢叫呢樣嘢叫做中間覺醒。人生真正嘅開始呢，其實係由呢個年紀起步嘅。喺呢個階段之前呢，你只係喺度探索、發現、認識呢個世界，意思即係話人生嘅上半場，我哋喺度忙緊構建自我，去儲你嘅履歷，同埋塑造人設，滿足父母、愛人、仔女，甚至同事、朋友等等外界嘅期待。呢樣嘢就好似砌緊一幅一早俾人哋畫好嘅拼圖，但係我哋錯誤咁樣去以為嗰個就係成長同埋人生嘅意義。直到喺某一日，你會突然間意識到，你之前所有嘅努力只係為咗活成人哋想要嘅樣，但係從嚟都未諗過自己到底想成為點樣嘅人，過點樣嘅生活。30到40歲之間，會突然間有一個時間點，就係嗰張拼圖散晒、散落一地嘅嗰一刻。呢一刻亦都係你自我重組嘅起點。你終於會睇到，其實人生嘅嗰支筆啊，一直咧都喺你自己手上，呢支筆跟住落嚟應該點樣繼續去畫呢？邊個講都唔算，你自己先至係自己人生嘅救世主。榮格叫呢個過程叫做個體化過程。你開始由社會俾你嘅定義當中退出，由人哋期待嘅目光當中抽離，開始直面自身嘅陰影。曾經俾你收埋嘅嗰啲恐懼啦、不安啦，同埋壓抑嘅慾望啦，開始一啲啲咁樣浮現喺你嘅生活當中。你唔再扮嘢，唔再偽裝，你第一次直面自身嘅唔如意同埋命運嘅唔圓滿。但係呢一刻嘅來臨咧，通常就唔係咁坦然嘅，相反佢會伴隨住劇烈嘅人生變故同埋好大嘅痛苦。咁呢個過程咧就好似啲蝴蝶破繭咁樣啊，舊身體喺度融化啦，舊嘅身份喺度崩塌啦，舊信仰喺度動搖啦。如果各位正在經歷呢一切咧，唔需要驚。呢啲唔代表係崩潰，而係重構啊！人咧要到40歲先至開始進入呢個自我更新期。一個人要麼活出完全唔同嘅更新意義，要麼咧可能就會陷入直至終老嘅慣性重複。呢兩種截然唔同嘅下半生嘅分界點咧，就係你有冇勇氣去面對呢個真實嘅自己。當你可以承認自己平凡，接受自己唔完美，你就會瞬間去意識到真正嘅人生咧，係由我應該做乜轉向我想做乜，由人哋點睇我轉向我點睇我自己。你就唔會再去攀比、放棄討好、選擇關係、審視慾望。呢種咧唔係不再努力，而係徹底諗通咗為乜而努力，為誰而努力。呢種領悟咧係一種叫做改天換地嘅力量嚟嘅，係一種頓悟嘅覺醒。前面嗰幾廿年你已經儲夠咗知識、技能同埋經驗，以前咧你只會用呢啲去換取俾人哋定義嘅生活。由呢一個時間點開始，你終於可以用呢啲去換更加有真實感嘅生命，去換取更加徹底、更加純粹嘅自己。哈佛大學喺一項長期跟蹤研究發現，40歲之後嘅人咧，大部分嘅收入啊，可能都唔會有太大嘅變化，但係幸福感咧反而穩定向上升。西方學院派嘅解釋就係話，係因為佢哋更加了解自己，更加少受外界嘅影響，更加容易感知意義。佢哋咧仲寫咗幾萬字嘅論文去論證呢一樣嘢。但係咧，我哋嘅老祖宗啊，一早就用極其簡練嘅4個字總結得明明白白啦，就叫做40不惑。榮格話齋，一個人如果喺中年冇意識到自己嘅真實面貌，佢可能會喺老年嘅時候俾自己吞噬。冇錯啊，中年咧其實唔係危機，而係一塊平整無比，可以真實咁樣照到自己嘅一塊鏡。通過呢塊鏡，你會發現呢個世界無論邋唔邋遢，都唔影響我哋嘅本心原嚟嘅樣。因為只要向內心去睇嘅人，喺夢裏邊都會笑醒嘅。各位老友，中年快樂！多謝大家收睇。如果你覺得有收穫嘅話，就俾翻個讚同埋俾個訂閱啦。我係史提芬，下次再見。